讲到外送员目前算伫咧第7类的主疫苗对象，对6月30下晡开始，北部地区外送员就能收到主疫苗通知。不过，伫咧台南地区，所有外送员也收到啊，就人怀疑讲这名单确实有问题。提出6月30收到的信息，通知会使来做疫苗啊。公路总局讲，目前疫苗是先分配予双北市、基隆、桃园的外送员。也毋过，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讲，伫外送员的群组内底，有传出南部的Uber Eats外送员嘛收到信息，大家伫咧质疑疫苗注册是毋是有问题？我有听讲有一寡台南的外送员嘛有收到讲，拍疫苗的通知啦。但是我嘛唔知讲这是真的还是假。他是说他有可能是不是之前是在这边外送，然后后来他回去中南部。针对名单可能有错误的部分，记者伫发稿进前是也未得到Uber Eats的回应。苏碧豪讲，虽讲大家拢真欢喜会使来做疫苗，不过目前也是有北部的外送员也未收到会使做疫苗的信息。Uber Eats目前是较侪啦，Foodpanda可能要等较尾啊。即几工才阁看罢来，目前拢也未收到。为公布到即摆吼，拢无甲外送员讲到底安怎做名册，有啥物标准会当写入去名册内底。即中间拢无甲阮参详过，我感觉说这是较无理想啦。我们大概就是会看一下那个疫苗的一些相关的那个剂量的部分，然后来做那个先后顺序，就是会慢慢的再来安排啦。他先给我一些相关的优先名单嘛，哈。那我可能就是我疫苗的数的部分，然后就是看这些几个平台的这些业者部分，然后就是会去分配它的相关的比例嘛。副片打讲，因名单是真早就送予交通部，内底有开始做外送工课的时间等等资料，详细会使做疫苗的名单甲时间，拢是由交通部甲 CDC 来决定的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